平阵来看游动会，福林县高坑乡的游动会今嘛长咧开，高坑乡公所特别举办这个动会这个活动，或者尤其会当欣赏花，嘛当体验客家文化，并且结合在地台湾咖啡，和乡亲游览的时啉乌咖啡、赏白动花，享受上简单自在小旅行。 高坑乡游动会当伫咧开会，乡公所伫咧昨甲昨日2天，伫咧荷包山东会公园举办东会节活动，邀请大家来这赏花。不只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四叶雪，还可以品尝到这个黑色的这一个咖啡原香的这个美味。即摆嘛来和客家委员会合作，民众来到这，除了会当看花，嘛当来体验客家文化。 即摆游动会当开到真暗，花期嘛继续开到4月底。民众若想要看花，脚手大美。4月初就开了，那现在刚好是盛开的时间，大家要把握那个赏花的时期。欢迎乡亲朋友，若伫咧假日时下，会当来到高坑荷包山公园赏花行塔，欣赏美丽风景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